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因他是做新事的神。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站立，开口来大声赞美。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赐下。你是做新事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弟兄姐妹，让我们大声开口来赞美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赐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赞美我们的神。那我们为什么要来敬拜，要来赞美我们的上帝呢？你知道，在以色列百姓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进入到应许之地，他们还是要继续来征战，所以接下来他们要赶走许多的仇敌哦。那赞美是其中一个能够帮助他们去赶走这些仇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当以色列人他们在面对亚门人、摩押人还有以东人他们的攻击的时候，这个约沙法王啊，他就要他们的百姓一起禁食，命令他们一起禁食祷告。所以他们去禁食祷告的时候，上帝的灵就临到亚哈席这位利未之族的一位亚哈席，就告诉他说，征战是在于我，不是在于你们哦。
所以当他们赞美的时候上帝就帮助他们差派他的使者来赶走这些的仇敌，使这些的仇敌被败坏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借着赞美明白这属灵的征战，胜败不是在于我们，而是在于我们的神。他要用赞美带我们进入到他的得胜。借着敬拜赞美是信心信靠我们上帝的表现第三个，我们赞美的时候，神的宝座就临到我们所关心的人事物。所以以色列的宝座是用神的宝座是用以色列的赞美来设立的。第四个赞美就是以耶和华为乐。当环境没有办法让你喜乐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仍以耶和华为乐。第五个，我们看到赞美他就是真实的尊他为王。第六，赞美是医治忧郁的良药，在以赛亚书61章的第3节说赞美以代替忧伤之灵。最后一个，赞美是为超自然经历的一个介入来铺路。保罗跟西拉他们被关在监狱里面，他们做什么？他们就是赞美。结果呢，监狱门就被打开了，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诗篇126篇1到3节一起来。上主带我们返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像做了一场梦，我们欢笑，我们快乐歌唱。别的国家就议论说，上主为他们成就了大事。是的，上主为我们成就了大事，我们多么快乐！对，弟兄姐妹，我们要经历他为我们来征战，他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得胜。所以赞美就是让我们进入到他的得胜。弟兄姐妹，我们开口同神来祷告，开口来赞美他，让神的宝座就设立，让神超自然的经历就进入到我们当中。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透过我们赞美你那超自然的经历，就是希望我们在我们灵里面要得着自由。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我们就是预备进入到你的得胜，你就为我们来赶逐这些的仇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让我们经历了你的同在，你的宝座设立，经历你那超自然能力，就帮助我们赶走我们所面对的仇敌。在我们忧郁的时候，主，我们赞美就是最好的良药。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主，你是为我们征战的主。主，谢谢你，当我们赞美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要宣告进入到你为我们征战里面，进入到你为我们预备的得胜，进入到你为我们预备的欢喜快乐。因为这些的仇敌就要退去，忧郁的灵就要离开，要让赞美意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当我们赞美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灵里就要被释放，让我们灵要完全得着自由。谢谢主，因为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当我们赞美、我们敬拜的时候，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当中。你与我们同在，你带来同在所带来的应许、盼望跟赐福。谢谢主，让我们继续用敬拜赞美进入到你的院，进入到你的宝座面前，大大张口，你必要大大充满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将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主啊，慈爱天父，愿我们向你来开口祷告，向你来开口敬拜的时候，主啊，你就更多的与我们同在，更多的领导我们，带领我们与主你有更深的连接。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
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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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我要跟随你，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唱出你内心的鼓舞。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是一个有目标的人吗？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目标上呢？我们要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感谢神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万事万物都有他美好的心意。
我们要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诗篇126篇4到6节，请。上主啊，求你把我们带回故土，像鱼把水带回干涸的河道。愿含泪撒种的人都欢呼收割，带着种子流泪出去的人，要抱着禾捆欢乐地回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美好的画面，因为我们看见一个人，他带着他的收成要回到他的家，要回到他所被预备要住在的地方。我们更是看见有些人，他正在含泪撒种，他正在欢呼收割。在神给我们的目标当中，我们现在在哪一个阶段呢？这里说，带着种子流泪出去的人，要抱着禾捆欢乐地回来。这是出于神的话，也就是这是带有应许的话语。当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是是的，我们就会献上感恩，因为神所说的话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应验。所以当我们来到主面前，不管你在含泪撒种的阶段，你在欢呼收割的阶段，或是你正在抱着禾捆欢乐的回来，神的应许都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为此献上感恩，因为我们已经看见未来。我们要一起开口，为我们所要经历的恩典，为我们已经经历的恩典，为我们正在发生、正在体验的恩典，我们要向神来献上感恩。我们一起开口来感谢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主你的恩典是大的，你的恩典是多的，你的恩典照着你的应许是是的，你让所有相信你、投靠你的人都要来经历这份无可比拟、无比美好的恩典。在你创造我们以前，你一定要赐福在你所创造的万物当中。你说那流泪撒种的要欢呼收割，你说我们要抱着那收成的禾捆，欢乐的回到你所应许的地方。主啊，那干涸的河道要充满雨水。主啊，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缺乏，因着你的话语要成为富足。你按着你的话语赏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让我们来领受这大而可畏的恩典，是出于主你的话语，每一句都要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的预备是完全的，你的恩典是大的。主啊，你为我们，在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自己之前，你为我们拟定的计划就是美好的。主啊，你将这样的美好放在人的生命当中，各按其实要成就、要成全这美好。主啊，然而你的作为，我们从始至终不能知道，不是我们不知道，而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不认识你，我们不相信，甚至我们不愿意投靠，所以我们好像一个无知的人，我们困在自己的想法当中，我们困在自己的能力里面，我们困在自己的需要，我们甚至困在自己的缺乏。然而主啊，你说依靠你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因为你在你的话语里面已经将那所需要的一切都赏赐给我们了。所以主，你要我们先来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主啊，你要我们先站在主你的心意上面。主，你就按着你的心意，要将一件一件事情指示给你的儿女，要将一件一件的事情托付你的子民。主啊，你要将一件一件的事情带到那美好的应许之地，就是我们所站立的地方。当我们这样来认识你，主，我们就要离开那无知，我们就要离开那懒惰，我们就要离开那贫穷，我们就要离开那缺乏，因为在主你的话语里面，每一句话都是是的。
主，谢谢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当我们不再看我们自己，而是我们转向你，主，我们就在这恩典当中。谢谢你预备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被举起，叫我们的眼得以看见你为我们预备那应许之地。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是主啊，感谢你，要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慈爱，因着你的怜悯，我们靠主你得力，靠主你得刚强。主啊，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得胜者，是因着你的恩典。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用一首新的诗歌来宣告，在主里面我们已经是个得胜者。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十架在前，胜过艰难试炼。我已靠主胜过这世界。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十架在前，胜过艰难试炼。我已靠主胜过这世界。我是个得胜者，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靠着爱我的主得胜了，得胜有余了。我是个得胜者，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靠着爱我的主得胜了，得胜有余了。得救的人歌响起，靠着主刚强站立，高过四围的环境，高过四面的仇敌。得救的人歌响起，靠着主刚强站立，高过四围的环境，高过四面的仇敌。我是个得胜者，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靠着爱我的主得胜了，得胜有余了。我是个得胜者，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靠着爱我的主得胜了，得胜有余了。得救的人歌响起，靠着主刚强站立，高过四围的环境，高过四面的仇敌。得救的人歌响起，靠着主刚强站立，高过四围的环境，高过四面的仇敌。我是个得胜者，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靠着爱我的主得胜了，得胜有余了。我是个得胜者，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靠着爱我的主得胜了，得胜有余了。我是个得胜者。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不知道我们刚才唱这一首歌的时候，那个心有没有这样啵啵啵啵？我听说是要这样唱啦。我们有跳起来吗？我们的心是沉重还是哒哒哒哒？听说是这样了哈。我们再来得胜一次好吗？如果你刚才不是跳起来的，好不好？这次尝试的，因为都是用了，记得吗？了就是已经完成式哦。哈，基督耶稣复活了，阿们。靠着爱我的主得胜了，阿们。得胜有余了，来，我是个得胜者，副歌就好。继
耶稣基督复活了，靠着爱我的主得胜了，得胜有余了。我是个得胜者，因我耶稣基督复活了，靠着爱我的主得胜了，得胜有余了。我是个得胜者，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靠着爱我的主得胜了，得胜有余了。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哈，得胜的歌乐歌响起，主啊，我们要靠主你刚强来站立，高过四围的环境，高过四面的仇敌，真是这样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现在就是现在现今的现在的现在，我们心不是喜乐的，而跟现在我们要读的这个诗篇是一样的。其实刚才那126篇跟这137是有关，跟我们以斯帖是很有关的背景。刚才那样子赞美主啊，你是做大事的神，阿们！你是做大事的，你是做新事，阿们！我们还有刚才世谦牧师祷告的，我们有那个画面，其实那个诗篇的时候是还没有得着，还没有归回，但却能够来赞美，能感恩，因为神已经应许我们必要应验，阿们吗？每一句话都要是是的，但我们常常落到137篇里面。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坐在巴比伦河畔，一想起西安就禁不住哭了。在河边的柳树上，我们把竖琴挂了起来。俘虏我们的人要我们唱歌，折磨我们的人要我们欢愉他们。他们说：“来，为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身处外邦异国，我们怎能颂赞主的歌呢？”是啊，被掳怎么能够颂赞赞主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落在那个境况，绝对没办法。什么情况？在罪恶里面，在危难当中，那时候我们怎么办？神要我们以神为乐，但是怎么乐不起来？怎么感觉就是快乐而已，就是快就不乐？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末底改知道，我们一路读来以斯帖，我们从知道以斯帖前面神明明说你们要归回，但他选择没有归回，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但一定是有重要原因。末底改到了第4章的时候，他知道危难来的，他个人的性命以至于全部民族都要被毁灭。这么重大的事情，在这样苦难当中，只有神可以来帮助他们。那么他们怎么做？当然是要归到神的面前，悲痛哀伤，禁食哭泣哀嚎。我们是不是在世上，从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公司不管我们遇到个人家庭环境，就是有这么苦这么难的事，主啊，我怎么能够喜乐起来？好不好？我们跟着末底改一起以斯帖的记1到3章，1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末底改知道了这一件事，非常悲痛，撕裂衣服，披上麻衣，把灰撒在头上，大声痛哭哀嚎，走遍书珊城，来到王宫的门口，没有进去，因为照规定，穿麻衣的人不准进王宫。王的公告无论传到哪一省，那里的犹太人就悲伤哀伤，他们禁食哭泣哀嚎，大多数的人披上麻衣，躺在灰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也这个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安静在神的面前。亲爱的圣灵，此时要光照我们的心，我们要静下来。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有对焦于神吗？我们有没有走偏了？我们的心有没有歪了？我们得罪神得罪人吗？恳求主光照我们，使我们
真知道知罪，也到他面前来，恳求神来赦罪。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你就是光。主啊，你来光照我们。主啊，你光照我们。主啊，使我们亮起来。主啊，使我们的眼睛亮起来。我们不再被蒙蔽。主啊，我们不再被过去的失败，我们不再被错误，我们不再被错待，我们不再被那扭曲的心眼。主啊，让我们以至于看不清楚我们所信靠的你是怎么样的上帝。主啊，主，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主啊，你是信实的主，你自己说我们认我们的罪。主啊，你要赦免我们的罪，你要除去我们的不义。主啊，你知道，主啊，你知道我们是小信的人。主啊，甚至于主啊，我们是不信的人。但是主啊，你应许我们。主啊，当我们信心不够，我们向你来求的时候，主啊，你就要加添给我们信心。但是我们是不求，主啊，我们恳求你来赦免我们。我们甚至于懒得求，我们忘记求。主啊，我们不屑求。主，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你怜悯我们。主啊，我们已经走向那个死亡。主啊，我们已经陷在那个罪恶的深坑。主啊，我们已经在那个幽暗、在忧虑谷里面。主啊，我们仍然不知道要回转归向你，来向你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我们不知道你是这一位行大事的主，我们不知道你是行新事的主。主啊，我们忘记，主啊，你就是这位爱我们的主。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回转来归向你。你说我们只要抬头仰望那世界下上挂着的你。主啊，我们只要仰望你。主啊，我们就有盼望。主啊，我们仰望你，因为主你已经得胜。主啊，我们只有眼睛看那四面受敌。主，我们只看见我们困住我们的地方，我们只感受到我们心里作难。主，我们感觉到失望跟绝望。主，我们恳求你可怜我们。主，我们恳求你来赦免我们，使我们转向你，转向十字架，因为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主啊，你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主，我们靠着你，主，我们就要得胜。主，我们就要得胜有余，我们因你而得救的乐歌。主，我们就喜乐起来。主，我们靠着主，我们能够刚强站立。主，谢谢你。那些高过四维的环境，那些四面的仇敌，主啊，他们要从歧路逃走。主，是因为你已经得胜。主，我们靠着你，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属灵军装。主啊，你就是我们的救恩。主，你就是我们的真理。主啊，你就是我们的平安喜。主啊，你就是我们的公义。主啊，你就是我们的信德。主，你就是我们的话语，是从你而来，因为你的话语带来大有能力。主，你的灵在我们里面。谢谢你，我们靠着主。主，我们每天要唱得胜的歌，我们每天要喜乐有余。我们靠着你，我们每一天都要喜乐，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啊，我们请坐。我们要来为肢体身心灵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是我们身心灵是神所造，他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能够恢复他原来所创造我们的美好。但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人确诊中，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人正在加护病房，有人在病房中，我们甚至知道有很多人正在那个苦楚中。我们还有人是失业，最近很多人被 lay off， 我们最近有很多人这个意想不到的意外就在发生。还有我们的国家的苦难，还有我们以致影响到我们的经济，以致影响到我们个人。我们看到以斯帖也一样，我们一路一直跟着以斯帖的那个时代的困境。
我们觉得不陌生，不是因为我们常常读它，而是我们这一位神总是有怜悯恩典，使我们透过读以斯帖，使我们更知道我们现在的境况。我们不要只有顾我们自己的事，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我们的主在我们的当中，他要我们彼此来代祷。我们看到以斯帖，他知道他的民族的即将被灭绝，以至于在那个时候，他在那个位分上，就像现在你在你的位分上一样。神要对你说，这个时候你要像以斯帖一样，我要像以斯帖一样，就在现今的机会。这个是机会，还是你误会了？还是这个机会里面有神的恩惠，有神的智慧呢？那么我们会心领神会，说啊，这位神是与我们同在，大能大力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哦。我们一起来读以斯帖，请。以斯帖又派他带话给末底改说，不分男女，无论是谁，没有蒙王的召唤而擅自进去见王的，一定会被处死。这是法律，全国上下，无论是王的顾问，或是各省的人民都知道。只有一个例外，如果王向那没有蒙召的人伸出金杖，那人就可以免死。可是已经有1个月，王没有召见我了。是这个规定是这样，但只有一个例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以为医生宣告你的，你就被埋没在那个痛苦绝望当中 ？No。只有一个例外，就要发生在你身上。只有一个例外，就是神的儿女要蒙神的恩宠。别人被 lay off， 但是唯有你，或者是即便你被 lay off， 即便你失业了，但是你的例外是你要步步高升。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你要因着苦难而你的生命被炼净。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不要糟蹋了这个苦难。神要在这个苦难当中，就是这个时刻，就是现今的机会。我们持续来读哦，来，请。末底改接到以斯帖的消息，就托人给他这样的警告：你不要幻想，以为你在王宫里就会比其他的犹太人安全。你在这样的时候不说话，犹太人自会从别处得救援，而你和你的家族必将灭亡。谁知道，也许你被安排做王后，正是为了这个时刻。是的，正是为了这个时刻。你现在不管在现场，或者是在线上祷告，或者是晚一点，任何时刻，你只要看到这个祷告的时刻，就是这个时刻，就是现今的时刻。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有一个荣耀的呼召，专门是呼召你的。我们祷告不是神没有能力，不是神就是偏要人叫醒他，不然他都不动作，他不作为。No， 不是，而是神就是这个时刻，他邀我们跟他一起同工。因为在这里说，你在这时候不说话，犹太人自会从别处救援。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你不回应神荣耀的呼召，神也从别的地方来兴起一个器皿，跟他一起同工，使那需要被救援的可以得着救援。那么你真的就可惜了，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幻想，真的在这里再一次告诉我们，不要幻想，我只要不出口，我只要不回应呼召，我只要不出来，我只要我生命能够照样过啊！不要幻想，不要错想，把神想错了。神此时呼召你我，
就是他看中我们，给我们现今的机会，因为他要给我们现今跟以后的恩惠，以及给我们从他那里来的智慧。他要让我们经历那个跟神之间的那个心领神会，就是这个时候来回应好吗？就从我们来跟神诉说，他正在听，正在听你我的祷告。我们除了为自己祷告，我们也为我们肢体祷告，为身体身心灵的健康、家人以及那失去家人的亲属跟家庭，我们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耶稣，你应许我们说，你来就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原来你是那赐下丰盛的主，原来你是那医治我们的主。主啊，你也向我们来宣告应许说，我要给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主啊，你是赐平安的主，你是赐下那永恒平安的主。主，我们要宣告你的平安就必在那需要平安的人的身上。主，我们也领受你的权柄，你教导我们祷告，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所以我们要奉你的名支取你属天的能力，我们要奉你名命令这些疫病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些的癌细胞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这一些的病痛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些在身体上的疼痛，这些身体上的忧郁，我奉耶稣的名命令捆绑这些不属神的，从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上，从他们的心灵里面要离开。主，你说在地上释放的，你在天上也要释放。主啊，释放你的平安在我们当中，代替那一些的忧愁恐慌。主啊，求你来医治，释放你的医治下来，让我们的这些的细胞能够被恢复，而且恢复的整全。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在那哀伤当中，他们要透过赞美你的喜乐衣，就要帮助他们穿上。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让那一些面对这些彷徨无助的，主你就带领他们，让他们走在神你恩典的道路。主啊，我们看见我们有全家在确诊的，主啊，求你医治的灵就充满在他们当中，让他们离开这些的疫病所带来的这些的病痛。主，我们奉你的名来祝福，特别是我们弟兄姐妹有面临亲人的离别，亲人失去生命的哀伤。主，我们恳求你安慰的灵与他们同在，扶持他们失去的那种伤痛。主啊，让他们知道，他们亲人如果信主的是在主你那边好的无比。愿你来安慰他们，让他们心得安慰，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也期待有一天在天上要再相见。谢谢主，我们再次要宣告你的医治必充满在敬畏你的人的身上，在这些呼求你的主啊，他们就要经历到你的医治。主啊，我们奉你名来祝福那些缺乏的，你是他们的牧者，你供应他们要足够有余。主，我们奉你名来宣告，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主啊，你就为他们预备一条恩典的道路，你是引导他们走进你指油在滴的道路里面。谢谢主，我们将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是他们在家庭里面，当他们按手在他们病痛的
地方的时候，主，我奉你名来宣告，你的医治就要进入到他们的身心灵，要让他们恢复神你早先给他们的一个整全。谢谢主愿你的赐福让弟兄姐妹身心灵健壮，让他们的灵魂体都兴盛。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我们持续要为国家来祷告。我们看到以斯帖为了他的民族来祷告，我们也要来祷告哦。那我们怎么样子来祷告，让我们更专心呢？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来，以斯帖托人转告末底改，你去召集书珊城所有的犹太人，叫他们为我禁食祷告，3天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照样做。然后我去见王，虽然这是违法的，我还是要去。要是我这样做不免一时，我也情愿。于是末底改离开了，照着以斯帖要求他的话去办。亲爱的弟兄姐妹，死就死吧。在中文里面说不免一时，就是有可能，但我也情愿。我们有祷告迫切到这个程度吗？听说2025但我们不听别人说，神要听我们祷告的声音，他的拯救一定会到，一定会来。特别对台湾这块土地美丽的宝岛，我们的生命在神手中，不是在任何强敌强国的手中。我们等的神应许我们一句话都不会落空，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坚守神给我们的话语，给我们的指望，我们不动摇，我们有不动摇的信心，我们就是能够凭着信心，因为主是信实的，他说话算话，我们还不信谁呢？好不好？从现在开始，如果你觉得为国家很担忧，你不知道台湾会发生什么事情，甚至现在有很多人说，如果土耳其的地震发生在台湾，都还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想过吗？专家已经在预测，但我想，我们要的是这位神。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也为这些受苦，特别在台湾也有派遣救援队到土耳其，求神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神爱一切他所创造的，爱世人，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为国家安全、经济复苏，新的内阁的团队挑战真的不断哦。疫情，恳求神让我们的疫情，尤其这一波很多人确诊都是从来没有得过的，求神来怜悯帮助，让台湾的人民因着各种的原因醒悟过来，最大原因是圣灵光照，使我们灵魂醒悟过来，愿意回转归向神，好不好？我们开口来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你是我们国家的主，我们需要你，主啊，需要你来拯救我们。主啊，我们要到你面前说，主，我们这个国家在太多的时候，主啊，我们有许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但是主，我们总是默许。主，我们恳求你，主啊，恳求你那个公义，主啊，你的怜悯，主啊，使我们的人民，主啊，我们真的谦卑下来。主，我们知道，主，我们不过是人，但是主啊，你竟然看重我们，特别是台湾这么小的地方，主啊，这么小的地方竟然有这么大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福音早就在这个地方，主啊，400多年前，主啊，你差派你的儿女们，主啊，纷纷来到这块土地，主啊，这块土地要因为福音而成为美丽的宝岛，要因为福音要成为福音的宝岛。主啊，谢谢你再次用你的话语，主啊，使我们的心，主啊，醒悟过来，主啊，使我们的心不再被那些环境、那些专家所影响。主，
你的儿女们，主啊，特别承见了我们的弟兄，主啊，他是主的内阁里面也有很多主你的儿女们，主，我们恳求你，主啊，恳求你的灵在这当中，主啊，你使我们能够合一，主，我们心合一，寻求你的心意，主啊，使我们这个国家真的是知道有一位神，主啊，知道你是这一位爱，主啊，你是这一位台湾唯一的拯救，主啊，你是台湾所有问题的答案，主啊，你是台湾唯一的盼望，主，我们主啊，慈爱的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向你来献上祷告。主啊，我们要为台湾，要为土耳其，要为这世上很多在不管是在战争当中，在穷苦当中，在困难当中的每一个国家来祷告。主啊，或许在这当中基督徒不多，但是我们看见了那个需要，我们就要站起来为着那个需要来祷告。主啊，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啊，你就要垂听我们的祷告，你的公义，你的怜悯就要透过我们的祷告临到这个土地上。主啊，让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祷告来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怜悯，经历你的应许，也让更多不认识你的人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的摆上，就来认识你，就来亲近你，就来一同来领受主你的话语。因为主啊，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你是全知全能全在的主，你掌权在一切的事情上面。主啊，甚至我们还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事情的时候，主啊，你已将你的心意放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主啊，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每一个需要，不管是人的，是事情的，是地方上的各样的需要，主啊，让我们能够靠主你来得力，靠主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就来开口向你来祷告，在祷告当中与主你来同工，与主你一同来服侍有需要的人事物。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也求主你怜悯我们，求主你的恩典就与我们同在，保守看顾我们。当我们向你献上祷告的时候，主啊，你也赐给我们有从主你来的智慧和能力，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行，当如何做来帮助我们所看见的需要，来帮助我们所看见那些需要陪伴的，需要扶持的，让我们在这当中真的是能够成为主你合神你使用的器皿，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主啊，感谢赞美你，还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持续要来为我们的教会，教会就是我们一群被呼召出来，我们要回应神荣耀的呼召。什么呼召呢？或许每一个人有个别是量身为你定做的，当然也有我们共同领受的。共同领受的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也会领受共同的困难跟共同的恩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以斯帖5章2到5节，请。王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外面，心生爱怜，就伸出了金杖。于是以斯帖走向前去，摸了杖头。王问他：王后以斯帖啊，有什么事吗？你想求什么，我都会给你，就是要我王国的一半，我也会赐给你。以斯帖回答：我若蒙陛下恩宠，请陛下和哈曼今晚光临我专程准备的宴席。王吩咐人召哈曼立刻来，好一起赴以斯帖的宴席。于是王和哈曼一起赴宴。亲爱的弟兄姐妹，王这是地上的王，人要到他的面前要很害怕，因为若他不伸出金杖，
那么就是死路一条，连王后都不能例外。只有一个例外啦，就是除非他伸出杖头，然后他才能免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有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有领受了吗？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他如今成为我们生命中这个王国的王啊！可是他让我们却不是跟这个地上的王一样，是很害怕的。没有，我们这一位王是召聚我们每一个礼拜三，甚至我们随时都可以到他面前来，是坦然无惧的，不用害怕。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就很差。亲爱的弟兄姐妹，连这世上残忍的，甚至于情绪，真的是有情绪障碍啊！我常常觉得这个王是有情绪障碍的，他都有这样怜悯伸出王杖，何况是我们的主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王都怜悯，问了以后的经文，他问了4次哦。王后你要什么，我都会给你。虽然说这个有人说这个是客套话，但我们的主对我们从来不是客套话，他用真理，他用他慈爱、公义、信实问我们：你要什么，亲爱的孩子？亲爱的孩子，我们生命中的这一个王，可不是这个王。你要救哪一个王呢？你要信哪一个王呢？你所信靠的要是哪一个王呢？这一位全能的王，他要问你跟我，你要什么？好不好？我们持续来看神的恩典，一直要延续下去，不是在这里据点，而是神在你现在所要带到的事情上，他持续要开展。他的一个心意就是，他必定应验他所应许给你，是在他话语里面的。我们持续再来读，来请喝酒的时候，王又问以斯帖：你想求什么，我都会给你，就是王国的一半，我也愿意给你。以斯帖说：我要是得到陛下的恩宠，准我的请求，请王和哈曼明天再光临我专程为你们准备的宴席，那时候我就告诉王我有什么请求。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跟我们的王之间不必这样，我们跟我们的王不必来记头，我们只要真实的跟神说：神啊，我知道你正在做的事情，主，我愿意，即便死，就像以斯帖，即便我回应你，即便我累死，即便我可能被骂、被唾弃、被轻视，但主，我愿意，因为你在做的事情上，我愿意有一份，算我一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吗？神一直比这个以斯帖的王更有权柄。我们生命中这个救主，这个王随时在问我们，我们要什么，我们不用跟他客气，我们只要用真理和心灵跟诚实到神的面前，好不好？每天跟神有单独会主，领受圣灵的恩膏。我们在我们的整个教会的事工的计划跟执行，以及我们已经在做的福音的事工，我们的后续的连结牧区，以及我们的兄大，不管是儿童、青年、爱幸福，求神来带领跟看管。还有最重要的是，你的回应呼召是什么呢？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你是我们教会的头，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主啊，我们是能够坦然无惧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不是那个惧怕的心。主，因为你爱我们。主啊，你爱我们到，主啊，我们不可测度。主啊，你的爱是永远不后悔的。主啊，你的爱是带来我们的生命，特别是我们在你的教会当中。主啊，你聚集我们，你呼召我们。主啊，让我们按照你的心意。主啊，我们就活出一个该有的样式，就是主你要在教会里面正在做的
事情。主啊，教会就是主我们活出你那福音的大能。主啊，教会就是你要我们是合一的。主啊，你教会就是让那受伤的身心灵受伤的在这里可以得着医治。主啊，教会就是主我们在这里要被你装备。主啊，在这里主我们要长大成人。主啊，教会就是主我们是一个军队。主，你是我们的主。主啊，你要带队让我们往前冲，因为这时代需要主我们谢教谢会。因为你说今年是一个蒙新的恩宠的一年，就像以斯帖来到王的面前蒙恩宠一样。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事工，主，我们把我们的弟兄姐妹，主，我们特别把今天跟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这一群关键的少数交在你的面前。主啊，因为他们是蒙恩宠的一群。主，当我们把我们的事工，我们的弟兄姐妹，主，我们把我们双福的目标，福音和福利，主啊，把社区跟教会连结，把天上的国度跟地上做连结的时候，主，我们要看见你的作为在我们教会，我们要看见你的恩宠临到我们。主啊，你正在做新事。主啊，你的圣灵正在我们心中沸腾。你一直向我们说话，你一直呼召我们。主啊，你一直浸透我们，你一直在影响我们，你一直在引导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来。主啊，你说今年是关键的一年，主，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把自己献上，成为活祭。主啊，这一群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把自己献在你的面前，成为活祭。主啊，为了就是让那圣洁的火燃烧起来。主啊，你说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主啊，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主啊，我们要说那圣洁的火燃烧在迦南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主，我们这样子宣告、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我们是得胜的。我们一起来唱哦。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世界在前，胜过艰难试炼。我依靠主胜过这世界。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世界在前，胜过艰难试炼。我依靠主胜过这世界。我是个得胜者，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靠着爱我的主得胜了，得胜有余了。我是个得胜者，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靠着爱我的主得胜了，得胜有余了。得胜的那个响起，靠着主刚强站立，高过四围的环境，高过四面的仇敌。得救的那个响起，靠着主刚强站立，高过四围的环境，高过四面的仇敌。
个得胜者，因我耶稣基督复活了，靠着爱我的主得胜了，得胜有余了。我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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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得胜者。是的，主，我们是靠主得胜的人。我们要宣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是一个得胜者，是一个被应许的你的儿女。谢谢主，让我们一同祷告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说，2、3个人同心合意祷告，你必成就，你必应许。谢谢主，我们要宣告，透过敬拜，透过赞美，你已经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得胜。我们透过我们的祷告祈求，你就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平安里面，进入到你的医治，进入到你的供应里面。谢谢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同心合的祷告祈求感谢。主，你就将你的应许、你的平安、你的医治、你的供应、你的引导赏赐在弟兄姐妹，让他们靠着主加给他们的力量，凡事都能做。谢谢主，让我们要一起来经历你那使无变有、你那丰丰富富的恩典，就要充满在我们当中，使那病痛的要完全得医治。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愿上帝的同在让你进入到神的圣灵的同在里面。谢谢主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经历他丰盛的恩典我们彼此来祝福。